朝早想控糖、減脂兼去水腫，即刻試下呢套黃金早餐。先嚟2隻水煮蛋，提供優質蛋白質，飽腹感爆晒燈。跟住到啲盒腸道救星納豆，好多益生菌嘅，幫你順暢通便。拉開張膠膜，完全唔會整到一手黐立立。最重要呢一步，未落醬油之前一定要勁攪，攪到佢起晒拉絲泡泡，先至可以激發最多嘅納豆激酶，幫你通血管。起晒絲之後，先至落埋附送嘅醬汁同埋黃芥末，再攪勻佢，口感又滑又香。飲品就揀咗啲包巴茶黑咖啡，儀式感即刻拉滿。喺個杯口扎個4瓶大馬，沖入熱水，成間屋香噴噴。呢杯黑咖啡仲可以提神兼極速去水腫嘅，高蛋白清腸胃去水腫。呢份超級早餐你今日試咗未呢？